因为平常啊，我们圣诞节都会在昨天晚上就会有一个晚会了，然后隔天在这边只会有一些比较经典节目会在这边表演。但是今年不一样，我们今年开始呢，昨天就是我们有松大的那个毕业晚会，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圣诞表演节目通通集中在今天这个时段。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时段节目非常的精彩哦，然后请大家多多期待。那我们知道歹戏不能不拖棚，对不对？对不对？对哈、哦。那好戏可不可以拖？可以哦。好，有大家的同意，那今天中午的用餐我们就12点半，我们再下去聚餐，好不好？好 ，OK， 太好了，大家就肚子就稍微给人家先撑一下哦。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要开始之前呢、我想刚刚我有提到了，今天的节目是非常的精彩，每个节目都有声有色。好，那我要请问一下，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深色场所的来举手一下。啊，不对，哎，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的那个圣诞庆祝会的，有没有？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哦，来，我们欢迎这些朋友。好，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今天真的太有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我们今年真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演出的庆祝会。好，那在我们演出的之前呢，我还有一件事一定必须要来做一下。那个，我要问一下许牧师，许牧师在哪里？许牧师。好，我问一下许牧师，那我还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啊，刚刚牧师说啊，今天有一件事，就是他今天生日，哦，12月22号。好，除了许牧师在场的，我相信还有今天是寿星的，有没有？也在举下手。好，那边来，我们连线记者，赶快过去，看是哪一位也是今天的寿星。好，赶快，我们在找我的麦克风。好，那麦克风比较慢一点哦，连线记者还在路上。好，那我们就直接为今天的寿星，我来唱一下那个生日快乐歌，好不好？那为了要应景，来，我们就来，我们先跟着我听我唱一遍哦，来，1、2。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拍手。我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会不会唱呢？会哦。好，那请起立唱全首啊，没有，啊，不用，直接定。好，那如果大家不了解生日快乐歌的意义，那请用拍手来表达你们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祝福今天的寿星，好不好？除了我们要庆祝耶稣诞生之外，今天的寿星我们给他庆祝一下，来！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点哦，来加快！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寿星要不要出来跟大家谢谢一下？好，许牧师，然后还有我们其他寿星，好，我们祝你们今天生日快乐！好，谢谢。好，各位弟兄姐妹，第48届圣诞庆祝会即将开始。为维持节目的品质，表演进行时，请勿任意走动。请将您的手机关机或者调整震动。我讲台语无？我讲一个台语。各位兄弟姊妹，第48届圣诞庆祝会即要开始咯。为了爱维护这部演出的品质，表演的进行当中呢，请莫随便行哦。请把你的手机关机，还是调到无声。
哦，那今仔日大家服务就到这，谢谢。好，送上今天第一个表演节目，他们是少年之家组成，今年也受邀到美国的各教会参与巡回演出，他们将大改变思维决心，永不放弃的信心，来领受上帝恩典。今天要来庆贺主耶稣的诞生，他们是大改乐团，让我们掌声加欣赏。
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都看顾，无论我犯了什么错，你不离弃。你擦去我眼泪，给到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无论我要往哪里去，都同行，无论我无助或软弱，你不离弃。你擦去我眼泪，给到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无论我逃到哪里去，你都看。我眼泪，给到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无论我要往哪里去，你都同行。无论我无助或软弱，你不离弃。你擦去我。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你爱为我存
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赋我敬拜你。你是我天赋，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赋我敬拜你。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赋我敬拜你。天赋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主。好不好听啊？哇，可惜我们今天节目实在太多了，所以就只能让他们在这边，改天我们再去参加他们的巡回演出，好不好？好，那他们少年之家呢？他们的主任是我们张敬义张传道，那少年之家也是附属在我们更生团契的组织下面哦。那更生团契的主委也是在我们教会，是廖勋长老，廖勋长老。好，我在这边对，然后还有我爸爸顺正长老，他也是有在更生团契的里面哦。